老李写来相迎，唐王班师回朝，神气礼法于今。王后，你小声点。为了他要万事尽力，真领导不死心了。走，谢家娘娘千岁，天千岁。众位将军平身。谢娘娘。王太守，朕尊辛苦了啊！哎，为大了这件事到万是不是呢？皇太守可谓是锒铛一张。大王，臣妾已备下犒劳三军的主意，请大王下旨谢谢。且慢，王儿，此番征讨为伍，得来一件国宝，先要犒劳王儿。名官叫小姐，东海叫人苦力，夜夜凌波盼归人，一来臣子这小姐喜我千年几连情，今日宝剑真女姬。传旨犒劳三军。传旨下去，皇儿犒劳三军。领旨。谢娘娘。大王有旨，娘娘犒劳三军，伺候谢谢。王太守过长，得罪我皇儿犒劳三军。正是。皇儿，你真比小生的多了。臣妾是这一思念大王，朕也无事不在，想让皇儿我。大光剑
王亲自过潘西巴来。这不是西巴小名三观音，观音机上叫小金，家人报警相争也，金币报警也万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陈长才，但愿得宝金长记君王。这还没有消息，会不会？看来我们计划要变。真是个天时良机，我的好事儿，莫怪我无心了。王太叔，小文已有家信，只怕早有报备，你千万不可操之。哎，祖国有盼，岂是个生大事的人？快过来！那是干嘛？来人，快来人！赵王爷，你太心急了，这是我一时失手了。赵王爷与宋女一向亲密无间，今日竟然不手下留情，国丈岂不知大义灭亲吗？哦，赵王爷是大义灭亲，哼！可是不明城外以为你是杀人灭口呢。老国丈是笑话了，难道我手持日子就会错了吗？赵王爷休得生气，我是替你担心，怕有人误会哟。大王驾到！大王，你是宋女已被赵王爷赐死了。死得好，拖下去。是。皇帝又来了一个，此乃大王洪福一天。真得从远不报，他竟敢谋反！
王宋元尽管在拜师为朝之事，因此他定然早有布局，愿兄谁是同当有才，实不轻查此案，只怕后会无穷。果然所走甚是，大王不是要出征西夏吗？怎么？大王谁这办事又要出征？皇儿为政受伤，总愿以二比亲，出征西夏，再问一事。小尉听旨，臣才命你查清总愿以恩，不得掩护。朕旨。启禀国丈，华不辞大刀。起来，将故事再说一遍。是。曹王从远渡满藩，才领见明烟火泛滥，满此不仁，又作改有名我，立即把领见送罪犯。领见这位来了没有？你换将军怕连瑞，为使领见已销毁。销毁是。把话不辞押上大牢。是。走。领见未必销毁。话不辞北京风声紧，我说的不心来小尉在过对头心。王爷，来，王爷，这里多押一包，你必须今日大牢。算等，仅仅几个月，你的琵琶为何于如此精湛？启禀娘娘，这3个月都是曹准在少尉在教过，因此我在御书张敬你。少尉哦，
虽是你常常向我提起，就要放新来的邀功，必把能收。他竟然也是此其人，竟能叫你了。啊，娘娘，大王出了为贵，深宫无事，我们不着赵魏爷进宫试探一瞧。启奏娘娘，国丈小尉求见。有请。是。老臣即将娘娘千岁，国丈平身示说。谢娘娘。老国丈亲身进宫，不知有何要事？这退下。娘娘，生里外一院里，孤山其中有些心，少往一重院是同当，为本来少往神雕你害病，他一直领结算年名，内外各过去精神，你害上位欺人赢，总原是派上了身，老人我下青去不老最领先，冤家逃亡地头人在把大爱情。国丈言得其实，那女孙所去所回，老人也是十次后见娘娘，当不此也是把朝王进，他所以代表起关系，今日来他巧言我君去牺牲，他往下挑起转我该在意，开往一下出真理，原来是朝中从事不太平。一生在国一穷，事业机密不了身。难道真的是民不聊生？娘娘身居宫中，怎知下人哦？娘娘有的是书，当知中原大王曾有句名言：君命有时谁与走？命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命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娘，老人才历经参，须帮朝王。
放心，我理当理接待王。娘娘千万要立足大王设兵，待老人回来，使人争相太判。好。这为新人与着娘娘所做，我怕草野小民出避之身，空徒身体。娘娘言得宫上进，定不得已求必把失之意，你放宽心，面外等。姐姐，你此番进宫，受得娘娘请来，你将何意？请我这个迎接人，听令姐姐吩咐。娘娘最喜色是。启奏娘娘，亚公曹魏爷奉朝觐见。在曹魏爷即将娘娘千岁。娘娘与子明朝魏四旦为心愿已求，臣遵旨。
少尉，臣在。据听说等追问，今日是因果然及你非吧？不知你算是何人？娘娘，元贞。
此却何名？此处的名离乱窟。离乱窟？何为离乱窟？这不过周文。少尉，你胆知无妨？真子离乱窟，苦难说。落天雷，父母子女共扎木，才家迎来月发木，眼泪一撮眼冤过。下了我娃娃琵琶放郎才知晓今年完了我唱离乱窟是你的亲身经历，娘娘啊，我里在家痛，您的小人头一个，熬夜千里草不平，岳阳山上迎张离来哭啊，哭难说。儿女消灭望天顾啊，
臣不过奉旨。为什么？吩得娘娘匹马的户，朕有何德能更叫娘娘胆穷？少妃，你不是王大王们过年百岁吗？啥能以此去感动大王？不是你的宏愿得谁？朕知。娘娘的诗与话写得多好啊哈！正是为了迎接少妃与公，娘娘才使你这把顺面。我看看，宫中直属曹家长，大禹残云无悔王，唯有知情一片月，神官飞鸟实朝阳。啊，
大妹子，娘娘是大了才女，怎么保丹青夹着连城？你要好好保藏了。是啊，听说娘娘与邵碧叶琵琶对谈到天明，顺德有没有这事啊？哎呀，想不到娘娘竟4次赏识邵碧叶的才能。曹尊这一曲儿恭敬，娘娘为一生能生，一乱哭，赢得猪年分。怎么，娘娘出了猪脸？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是曹双水的琵琶弹得实在太好了，才引得娘娘追出猪脸来了你。娘娘是心心相惜，上之意。哎呀，在我们教坊之中，还没有人得过如此恩宠你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是教坊里谁的几年了，比得上曹双水你？呀，事实上来，我们都成了一对绯闻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姐妹俩没什么呀？姐姐奇才你。我倒不奇才，我看你呀，不要叫邵纯才迷昏了。翠啊，姐夫，劳你去请赵碧叶到这里来。怎么准备私托终身了？姐夫好么正经，我也是你。娘娘命我向曹纯才要一份理论课的要求。哦，好，我去请他来。顺德，你已经不小了，自己的终身大事可要仔细考虑。既然我是身在教坊，概不有忌，你是当今皇儿的宠婢，可要珍惜呀。姐姐，我自己的事自己明白。你明白就好。曹双水来了，这样子，顺定姐姐。邵传才快请坐，顺德你也坐下。喂，这顺定姐姐，有事就请吩咐吧。奉了娘娘之命，请曹纯才写一份理论课的要求。我这就去写了。曹纯才，你慢着。姐姐还有什么吩咐啊？你不是说要写我引荐之功的吗？听凭姐姐吩咐。我也不要金儿，不要你。那姐姐你要什么呢？难道你还不明白？王姐姐明示。人啊，姐姐不是为有什不明白？我要你的
昨日长光辉，人非草木若无情，此心一点早相随，不为你貌似破美，瞧见你琵琶成双谁？谁知你呀，一为儿女，一为儿冷，一为儿亲情，一为儿退，害得我一半儿喜，一半儿愁，一半儿烦恼，一半儿爱。乱草新归，我不顾盼，但等你灵魂退。海里家贫苦，宁愿奇葩我真该怕，但只有不义警察农家女，跟在手插落心美。我一片苦衷，非太为了想姐姐也报贤贵。我早已有心上人儿难劈开，老子你也是猴子去了，好过不识得具体东西，真是个呆子。顺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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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德。好了好了啊，老子是要知五次佛文，算了啊，哎，算了。哎呀，顺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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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进去吧，算了。少妃，曹王爷，
顺德，不要哭了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啦！啊，亲自曹王爷来了。顺德，不要哭啊！哎呀，亲自快一点啊！快一点！啊，谁来？本是日常一尾巴到天明，今日里头十文路交放营。亲自恳请王爷今晚。一日不见，时隔三秋，这几日倒真是有点想念你呀。王爷若是想我，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啦。你有了新人，还要我来看你做什么？我有了新人？少尉爷不是刚刚在你这里吗？哎呀，王爷却粗口看出了人，他连我妹妹顺登都还看不上你，顺登为了此事还在里面生气你。哦，听说这个小爷公深得娘娘的欢心，现日里上一笔吧，直到天明。是啊，娘娘听他的琵琶十了米，竟然跑到帘子外面来了，所以他就飘飘欲仙啦。哦，这是真的。你看，王二为顺德迎见了少尉爷，还是顺便接他呢。亲自，你快把顺登叫来，我有话要与他说。是，王爷请堂上说。直到山穷水也尽，瞧不了柳岸花一名。皇儿今日是公你小尉呀，小尉，问小妹子你小日门。顺登，爷公少尉爷真的拒婚于你啦？哎呀呀呀！是此时来宫中的流言，倒事出有因啊！王爷，宫中有什么流言啊？琵琶一敲早问你，飞上流到生是非。王爷，我不明白。哎呀，听子你想想啊，帅灯美艳是道理，少尉爷拒婚非才你，堂上爷公无比离，偏使良缘谁不行？哦，王爷是说，从来宫中哪有长夜琵琶相对而谈，更不用说不测之理啊！
娘娘在书面上提的这些事，就道出了她心底的殷勤。这些事，宫中之属赵家长，把玉在用武昏王，唯有知情一片药，神亏飞鸟是遭殃。你是说？宫中之属赵家长，唯有知情一片药，这两句中就隐藏着赵魏一三故事。是言之言出心声，娘娘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把心底的秘密显露在水面上了。少尉的琵琶最好，少情意怎会不测之恋呢？原来是这样。唉，有道是神心难测呀。赵王爷一女扑迷蒙，难道是我痴心一片，早去龙？纵然是一曲琵琶的天空，也不该长夜对得到小总统。谁生之意难得公，他不该人间不断生你用。怪不得赵魏一家族只得张梦东，原来他心肠的人儿是不许我很孤单，让他孤体要天空。家孙等，稍微一句婚之事，你不要再提了，免得别人会相连篇，有生是非吗？哼，宫中出了差事，却又淹得了谁人的罪？究竟是这么一回事，你倒说得清楚一点。算的，哼！我看见深宫的难到天明，我看见珠帘两个有心人，一根言说同灵心。怎么样？王后她讨家公义，算事情。算的。好，顺等。神公差日你作证，赵爷兵马公继承，随我朝堂灭生君。赵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算的是玩笑的，你怎么能认真呢？是此大事，岂能玩笑？你可知怒夺君子去你们？王爷孙的年轻无知，王爷千万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啊！王爷，孙等，你怎么不怕他杀身之祸？还不快去救救王爷！孙等，王爷。为了我王家的体面，也困在你积极与继父的面上，此事我可以
不与你生长，这是实要生不知自非寂寞哎。十常四九，必然有生为准，至于大王而终。到那时，不但你孙等自行不保，谁灭救助，就连我这个赵王爷也被你们欺算在内了啊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要报无事，只有叫娘娘与少尉爷断绝丝线。他肯断吗？肯。只要有凭证，我就逼迫娘娘断绝丝线。哎呀，哪来的凭证啊？那书面上这些的事就是凭证。这最好嘛，再有娘娘的一条娇小径，逼他一逼。娇小径乃是我保官得来先不费功夫。好，只要有这两件，我就铭记娘娘生命里，不怕他不断绝丝线。叫他宫中放出少尉爷，令使你美梦姻缘天作人，阎王二报是也得命，神等你得罪不了情，这才是一场情比将修改，两姐姊妹莫归谁。常王爷，你常以施恩，顺等我些次梦生，但求其生好姻缘，不到山苦海方淡意。好，顺等我3天之内等你的叫小计。快去！启奏大王，曹王压力性求见。宣是。朕压力行金家大王，皇帝归来那场有要事。朕一来向大王奏禀，今日来准备出征的情况。准备的时候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好，就要出兵。那儿呢？朕奏请大王起驾为公，为公。大王。茶一我与君，朝堂啊用兵他是真的真一手，跟我方人落宫位称佛东。
娘娘一个人都是琵琶待到天明。娘娘一个人，娘娘都是一个人。皇帝，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起来了？启禀大王，有些事情只是耳闻，并非目睹，故而不过人生。不管耳闻还是目睹，既然事关娘娘，就该责于故听。朕是一片忠心，所以不管怎讲，都来禀奏大王，请大王实在。讲吧。是，江方说新来了一个杨公，名叫曹魏爷，弹得一手好琵琶。想必是娘娘眼肉难消，因此与曹魏爷对弹琵琶直到天明。与曹魏对弹琵琶直到天明，此乃是宫中传说，而不可作证。宫廷圣愿向来传说纷繁，不可作证。是啊，宫中难免有长日小人，甚至晚色。晚是什么？朕一时失漏了嘴。晚是什么？晚色，娘娘不出之理。娘娘言的岂能失你之词？此事朕也绝不相信，王大王也不要挂在心上。这副娘娘为一德王后，一下模拟天下，岂能有此失态？无错。是啊，大王爷当年真尊在王，满师归来有长策了。大王，朕祈请大王万日起驾为公，莫家恭维长所人。为公。
求两立即发兵。你要委屈王儿了。神功不与庙当意，恰为谁机场与戏，我他了转乱年复年，国力虚亏，民凋敝，全台湾西征之女且作罢，是阳生息息民意，更何况年初乱为情，怕是怕为乱内完成惊奇。王王张之凌云，怎奈连年错乱，恐孤立不支。赵王责问连年来落雪雄王吴国峰等，少王他，大王不可先听少王之言。赵王不顾失了故的心意罢了。斗技所好，非必忠言，是忠言空比逆耳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王儿，这几日孤王赢了在外，王儿在宫中做些什么小情？臣妾在后宫有谈琵琶兴趣。哦，王儿真的也得琵琶兴趣了？是啊，深宫不是，臣妾弹奏一曲，一语大王。好，孤王洗耳恭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王儿所待何处？此乃李纶窟。李纶窟，何人所作？教坊牙公邵威仪。赵飞仪。清土飞夫，赵魏的李纶窟，王儿怎么待得如此严肃？臣妾向赵魏仪约谈此去。什么时候？大王出了之时。国王听了这话，王儿宣赵魏进宫来了。是啊，那王儿一定是有了数天了。不。臣妾只约了一个晚上。一个晚上？哦，一个晚上。好，好。可是他长夜琵琶到天明，难道他侧脸相见非传呼？看大王拜为神人画腾空，难道是一曲当中他幸福？愿君王天赦明人天言通，怎可全顾我诚心的李纶窟？大王，少飞一的李纶窟识出了天下黎民百姓的心声。又是赵魏，王儿怎么知道赵魏识出了天下百姓的心声？李纶窟乃是赵魏亲身经历。赵王怎能举国百姓安居乐业？少王之言，恐怕别有用心。赵魏的出子，竟能如此打动王儿？少是君王怒气冲，真叫人天为难测。杀死李杜真胡中。
我后宫的女婿。主我真能真气怒，想要你，再叫你说西了王公。大王，吊命帮朕胡乱用，吊命帮朕，贵为王儿系死仇。见太王汉怒气匆匆，难逃我一片忠心。你知从我岂能见君不成反爱人？倒不是元首先居小牙公，让他回顶峰高堂。凡不可尽是同宗。
算等，要公少尉的琵琶虽是技艺不凡，但终究是草野之身，不堪登大雅之高。瞒得他四目之秀，你与我善于交访，曲意雅习，命他借着番位故里，一样高堂去吧。不尊敬是此一位，往后他大发慈悲，必是有经过中团生前，难道他已是父母机关？今日记下龙潭无惧望，美的高山，树木一片似莲心。只看他羞愧不羞愧，娘娘。娘娘茶房早已传等我一片痴情不流水，传等此话真假？娘娘自从曹魏十公斤一根银锁几方心，这指望好事天中人，娘娘一道一字，从此是同命鸳鸯两离分。算等你喜欢少尉，奴婢愿与他同生共死，这真是一件好事啊！离了乡，小势力，二三十生，努力当情愿手，千里鸟生。算等娘娘，可怜你色伤情，不可伶仃，难为你几年来侍奉心系。我本想为你攀高情，难得你爱在世人不言平。今日里我放你与他一同饮，我多承你今日做出家。他一番话是假完整，难道是菩萨面孔托所系？倘是真心愿是婚，为什么与他双方他故乡迎？娘娘，算等南沙诸多情，我与他愿在足于终一生。
少尉同命相连，我就带你实施了吧。一曲琵琶上自吟，为民请命见君听，谁知忠言造祸根，离乱苦逆了君王心。君王一怒色来征，少尉一击胸难了定。孙登啊，是不你是所立京城，看登啊，君王归心，力量在京中门。我来是事不宜迟，你们快走吧！娘娘，小东不要伤心，但等待王位先转移，我立即派人扫你们夫妻上进宫。想不到娘娘相待一片心，霎时间天昏地暗，来几滴你招是不招啊？大人，我无罪，我是冤枉的呀！哼，万要是冤枉，你看，这是谁的孙子？这孙子不是我的，我没有这样的孙子啊！这孙面上有娘娘的亲笔的字，你听了。宫中这束少家诏，怕遇山云如会望，非有知情一片月，甚愧飞鸟神朝阳。尚不是娘娘曾送与你，正为在诗中看草你的名字少一。这说明来是何处？小人真是不知，大人千万要明讲啊！去。这又是何为啊？小人从未见过。
是在往生与娘娘的交孝敬，正为上山你的意想之中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！你不要喊冤了，与我语言。是。少尉，宫廷内外谁不知道你与娘娘通宵琵琶，相对而谈，而且娘娘不测之列。哼，你说你们清吧，这又骗得了谁来了你？你看司算报警发证据件，我看你不要再爸爸的手臂肉子哭了。哎呀，大人啊！那一日，那人琵琶送明星，成王成空八天明，只测天夜为国呀，有何来的是陈八斤？夜下人却不累，盼望儿心何人？小人一时不作戏，饭不管意不在此日应归谁？那一夜出征可去陪船队，谁道就是你做正臣？你看，这就是顺等告你们的赏赐。我看你还是早了哎呀，我重重的用意。文登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快坐下。顺登，你上告少尉王安的长子已经写好，只要你按上一个手印。什么？上告王安？你不是说王安与少尉私通，因而拆散了你的好姻缘吗？
哎呀，曹王爷，一切都算错了。怎么？曹王爷，我也是多么迷了心，鲜血滋润众生恨，一曲琵琶愿无死情。往后他高山流水，为上之意。你怎么知道？娘娘看入心中意，愿为传灯青丝顺德，你又受骗了。受骗？少尉爷已经招供，你看，这是少尉爷画押的公赏。岂用你刺儿反儿？曹王爷，你不是说这是为我劝告王后吗？事情事已清楚，怎么又说是他恩你？这顺德，此事我已上奏大王。什么？已经上奏大王？这你啥中途变卦，这欺君之罪，只怕你担当不起。曹王爷，我皇你上告娘娘，天威一怒，莫说你小小顺登，就是王公贵族也胡子灭门。我没有上告娘娘，曹王爷，是你变了卦。顺登，生不为己，天知地灭。啥要救你自己，只有一告到底。一告到底！来来来，快按上手印吧！哼！赵王爷他过意不听，困起来我不惧不成，顺登一传知大错，我怎能跟爷娘娘请他生？我要面君死寿，
就是他，以下晚上为谁死刑？为谁死刑？晚上死。是。不是这样的人，皇儿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丞相府，四家门的大家风，也是挺胸，身方长，18年。贡献为一代人民天下扬。
离了上非神女儿女心，他怎能立即供你一担痛？梦想起王里拉上蔡珍贵，好事那有一个字，一心高难逃事，一心一志来做情。不急，娘娘已经进宫来了。哼，大王，你们不问宣召，怎么算是境界？今日一天不见大王驾迎后宫，各大王儿们请安来了。父王，听内子们说，父王即将去参上列府，求父王允许，还剩谁家同王？父王，这几天来，莫一嫂准备把他一种进，父王可要听听。琵琶，改成去琵琶来。不要，下去，下去。
娘有什么话要对朕讲？臣妾见大王事有所思，国王事有所虑，不知生虑为何？朕在想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大王万不能忘记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嘛？难道皇儿忘记了？臣妾终身难忘我。光阴似松18年，一骑先婚上今天。我是弟妹连成是无言，君王你是一往情深面对八关谁差离，枉为我清官同心计，从此后闺中休盼大婚期，从此时后宫重迎谁恩怨？记得那年同七夕，上上密事到青天，
请大领呀，原是张小姐在宫外求见。孤王今日要与王儿叙叙不见。大王，他们称是有军情要事，今日非见不可。那好吧，是。才为敌，不枉区区见。臣压力请请假大王。皇帝今日上朝有什么要事？臣这里恭必顺登上告王儿的长子。恭必上告王儿。大王请看。真不行，朕也不能相信。故而接了长子之后，我就将顺登三考落本。是该考本。在此这鼻子倔强，一口咬定，死不反攻。哦，大王，新将手高东大营，谁再把被高升，早已情绪一招功。大王请看，当当娃呀天庭。不告，但说而对。启禀大王，宫女顺登以下外长，以为贼死刑。你们何以为贼？死神为贼。我们这属曹家长，马玉才永无混光，你有资金一片月，神为地鸟是遭殃。安去铺，少比先走一曲为心愿，再谈民间里乱哭。我为上山登迎监公，岂是一幅情的书？也是我事不三思一日书，3年的事杀气你都看见了？那天奴婢正在当上，孤儿都看见了。当真？奴婢岂管欺君皇上？顺登细心把王误，更何况宫廷中莫保得起惨死数。请大王仔细看看这诗中的含义。这是分明是娘娘鞭策赵妃所作，还能有他意不成？宫中这书少家章，非有知情一片月，这2句中就印上少妃一3个字啊！宫中这书曹家章，必有知情一片月，你尽管是此不此。大王，神器中算谁知凡事？
还请容我一瞥。讲。有道是说草这里回为王儿真诚意，从不念旧忘恩我你，岂不下一代儿女娘伤心，眼看王儿将成灭真诚心，一心太子陪着他归万民理财经。这曹丕算是真假？佛方大王杀生气，启奏大王，死了4孙，还有娘娘生于少婢的娇小敬畏，娇小姐在少婢意想中生的。娇小姐。今这一次，总是要告上这脸，护以师承保金。太王，少爷公事重身，一出嘴巴亘古三下。他说娘娘不测之列，不测之列，臣臣不见是以娇小姐相生呐。今日不正是母子人在有面目中当场。大王，大王喜事了，送来是宫廷圆圆莲
下去。衙里些天子曾查进奉一位兵马大元帅，立即到国丈府设为兵务正职。明日五更天明，送娘娘归天成正子。世间既分明是心机。
国丈啊，娘娘她，我都知道了。老国丈，他们是这是顺登的姐姐和姐夫。哦，老国丈，娘娘甚至冤枉，都是少王爷他。少王的一支令箭，可人再到。来，令箭已经在的，这就好了，娘娘有救了。娘娘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打上了弓，只怕性命难保。来呀！手不离而马不停蹄，继承费事，这本进是。就把国丈府的命取下来。启禀王爷，国丈府内外空无一人。启禀王爷，小国丈随令一之人马，正向王人开来。快来小尉这老儿谢幕一招。娘娘万岁冷宫，一旦大王违心遵义，里应外合，这局面可不好收拾呀！箭在眼上，不得不发。随我命令，四门紧闭，率领人马围至王宫。是。王爷，大王宫中还有3000精兵呐！我自有道理。走。是。拿酒来，大王，拿酒来，大王，拿酒来，你哇，一德王。我已经醉了，一时不卫生了，你们快去冷宫看母儿去吧。多谢公公。哦，快！
双灯，为什么一去结把人冤枉？二公报偿娇小精，为什么作证上公堂？算灯一去负重银啊，看来今日他无比心肠。
得顺进门宫走。大官奴才，你这个有少王爷的眼目。王眼中的人老国丈，清茶判案早记他，他一把毒火烧君王，震动七七张鲁莽，神七35冤枉。君等高士天，学术大气，心从我跟从，叛军那中间。愿君王见天光，那一明星娘子我出见老家。去
上王压力性，朕压力性启奏大王。什么事？小国长们听娘娘有罪，连夜到此进人，本去禀朕，已向王人开来。史今你是兵马大元帅，休该领兵出征。朕已有准备，这是朕总兵阵，都是小尉的部下，朕也是难以调动。大王，宫中尚有3000精兵，势在危急，望大王恩旨。拿令箭来，大王，去。是。大王，精兵3000，交付于你。谢大王恩旨，臣高抬。哎呀，大王，今必岂可请教于神？皇帝对我忠心耿耿。哎呀，大王，赵王压令行，已将宫门断断，为死了。大王，曹大人，少尉也与娘娘，我就教训你了。你一定要送娘娘归天。是，好腿了。收拾宫门，是记旨了。请大人放心。启奏王爷，他只与公子藏进冷宫去了。啊！娘娘与太子是些什么？娘娘写了血誓，叫太子臣于大王。这好，这。赵王有命，为保大王，臣无人不正今天。我是太子，我要见父王，难道还要阻拦不成？那这样封门锁门，不得违令。岂有此理！放我们进去！父王，启奏大王，太子公主在宫门外求见。什么？太子公主在宫门外求见。太子公子不是在宫中吗？哎呀！大王有旨宣太子公主觐见。慢！大王有令，小日殷勤一律不接。赵王爷，大王有旨宣太子公主觐见。太子公主私藏冷宫，犯下了欺君罔上之罪。用我是你这个奸臣！这是什么？亚力信，你也害我母后，这滔天罪业，我定要你血来偿还！小为老儿发动叛乱，你们尽管里外还谋反不成？来呀，在把太子与公子压下去。是。赵王爷，赵王爷，哎呀，赵王爷，哎，报！启禀王爷，国当校尉已兵临城下。啊！快收拾城门！随人之兵不听命令，都打开城门迎接校尉。好，
你速速率领本部上马去阻止小魏这老二，我随二便到。是。必须来他国家天子以令之后。千手大王小魏带领兵马杀进王宫来了。小魏来了，小魏单棍造反，请大王速让宫女，以效于众军民，支持小魏。了，在与我北界披甲是。难道是历来苦触动了君王怒？恰为何连来娘娘也梦醒？看这台君王不必牛上，靠着怕娘娘夫妇也遭夺手，此生一世何所惜？
子，筷子，妈，大王，小魏老儿，你养女不教，还不上来领死？大王，当谢你手臂的财劳。小魏老儿，一杀不收兵，我就对他不起。你冲上！娘，太王私下交小姐，请娘娘归前。